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点伫主日的清早，咱备办心要来敬拜上帝。我想咱大家已经看到这几天咱政府所颁布的消息，对后礼拜开始要搁进入另外一个对3级警戒到2级警戒，但是是一个加强2级警戒的过程。老实讲，这个变化对每一间教会来讲，拢是一个挑战，因为政府有讲市内干那50个人50个人，咱到底要安怎做一个好的处理，以及到底教会遮的行政要安怎来支援？其实咱的小会甲中级会也搁咧讨论这件事，所以前几礼拜咱可能是慢慢开放的过程。咱嘛继续为着这项事关心甲祈祷，咱期待疫情真正通完全得到控制，咱也嘛会当真正放心自由来到伫教会中间。所以咱伫这段时间，咱犹原会当透过线顶的方式要做伙来敬拜上帝。所以嘛，搁一摆提醒，咱搁有几分钟的时间，咱准备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所以伫这个过程，这几分钟中间，你会当继续来。谢兄弟姊妹分享咱直播的连结，咱会当订阅咱的频道，嘛会当继续开启小铃铛。你若是你还未做，你会当赶紧，然后起赞、分享，透过 Facebook 是 Line 群组会当分享到伫咱兄弟姊妹的手中，会当提醒伊，咱阁有差不多几分钟的时间，礼拜就要开始，咱备办心要来敬拜上帝。嘛，求上帝的神降临点伫咱逐个所在，互咱点伫每一个人的厝内底，咱哪亲像一间小型的教会，咱就同齐咧敬拜上帝，咱就同齐咧追求上帝的话，要临在点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要开始礼拜进前，咱搁一摆咱同齐备办心，咱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听，因带阮，互阮会当备办来敬拜阿罗你。主，无论阮点伫什么所在，点伫阮逐人的家，也是点伫有几个同工，点伫礼拜堂中间备办服侍。愿主你的神安静阮逐人的心，备办阮，互阮要来敬拜，互阮要来服侍你。愿主你的神降临点伫阮中间，也通过阮彼此的分享，搁一摆见证上帝你的听，要丰丰富富临在点伫阮逐人。愿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好，咱有几分钟的时间备办心，请咱会当点伫遮，咱会当用静默，咱嘛会当用祈祷，嘛会当继续分享咱的连结，互咱点伫其他所在兄弟姊妹，请咱做伙备办心。
上主设立宝座伫天顶，伊的主权普及万有，伊掌权伫各所在，料理世间的一切。上主对天下落来看世间人，要看有明理、有追求上帝的人啊无？来呀，着听叹上帝的话，着称赞上主。咱起立来吟圣诗第260首，天边海角最最子民。第4节，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列岛任来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用启应文第25篇，也就是诗篇103篇来启应。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用全部的心神保养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你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靠你一切的边，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因慈悲真爱做花冠赐予你，伊用达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永驻。上主施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久长责备，袂永远困上去，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
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显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显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记得咱不过是好粉，人咧，因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生长木实，风一个吹就消失。无人袂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你用公义对待因的子子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诫命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即凭伊命令的使者，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同心祈祷，至圣的天父，你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你创造天地，搁立你这个世界，愿感谢你。伫你的创造有奥妙、美丽、极其美好的万有。你指派阮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你互阮有权柄支配一切。总是因为阮的罪，阮自私、贪心、骄傲、放纵私欲，无节制发展经济活动，致使迫害大自然，带来受造物济灾难。直到阮人类家己嘛受害。主啊，你是公义的上帝，愿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恳求你赦免阮。愿为着这个被破坏济济、纷争扰乱的世界，感觉忧伤痛悔，恳求你来赦免阮的罪。主啊，恳求你怜悯阮。愿知你有丰盛的慈爱，你无快快生气。恳求你指示阮活命的道路，愿要遵探你的命令，彼此相听，体贴你的心意，疼惜你所创造的万物。感谢你竞选阮做你的囝儿，感谢你疼惜台湾，赏赐阮国家有优秀的政府官员，互阮伫全世界疫情开始了后，享受一年外的自由幸福。现在，阮不但会当开始注意放射，阮阁有家己的疫苗要开始生产。阮相信，因为你的祝福，阮会阁一摆看见台湾 can help。阮相信，台湾是你所欢喜、你要接纳的新国家。因为你的疼惜，台湾要出头天。伫你面前，阮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阮有永远的快乐。阮安尼谦卑恳求、欢喜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21节。这个事了后，耶稣过去加利利海迄边，就是提比利欧海。有侪人对伊，是因为看见伊所行伫边人的神迹。耶稣上山，甲伊的学生坐伫遐。盘过节就是犹太人的节，今日。耶稣举目看见侪人就近伊，就甲腓力讲：
咱要对倒落买饼来互遮个人食啊？伊讲即个是要试伊，因为伊家己知所要行的。菲利应伊讲，用200个银仔来买饼，也无够野，互因逐人食淡薄啊。伊个学生中一人，就是西门彼得个兄弟安德烈，甲伊讲：伫遮有一个囡仔，有5个大麦饼、2尾鱼，总是将遮个互遐侪人食，有够大乐。耶稣讲：恁叫遐个人坐咧，迄所在侪侪草，因就拢坐，少爷约了5000。耶稣摕遐个饼祝谢了后，就分予坐个人，鱼也是安尼，拢照因所爱。因已经食饱，耶稣甲伊学生讲：捡食剩的糬仔，免得有拍算。就将所食剩的5个大麦饼的饼碎捡满12圈。遐个人看见伊所行的神迹，就讲：即个真正是所要来世间的先知。耶稣知众人要来强迫伊，掠伊，互伊做王，就搁退去入山，只有伊家己伫遐。黄昏暗，伊的学生落去到海边。上船要过去海，去加别龙，已经暗，耶稣还未到，因为风真透，海涌就愈大。对安尼，学生过船，约了行8里啊10里，看见耶稣行海面，愈晚近船愈惊。若是耶稣对因讲：是我，免惊。学生就欢喜，要接伊上船。船连伊到因所要去的所在。以上讲道刻伫我的心的图，请老牧师。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搁经过一礼拜，咱会当踮伫山顶同齐敬拜上帝。我想这是一段真特别的经验，也是一段真特别的记忆。毋知踮伫这已经超过2个月来，咱一直咧期待啥物无？我想，照着这礼拜，咱政府开始宣布要对3级警戒降到2级警戒，但是室内游玩有限制人数的时，其实这对于每一间教会来讲，拢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所以，咱的教会嘛一直咧思考，到底要安怎来做好的计划才好。所以，其实踮伫这个过程，咱是充满挑战，嘛是踮伫转变的过程。所以，踮伫这个转变的过程，咱搁较需要上帝成做咱的倚靠，上帝带咱行头前的路站。今仔日咱要搁一摆领受上帝的话语，所以嘛邀请你，咱同齐搁一摆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来到伫你的面前，愿主你用你的话刻条点伫阮逐人的心，也互阮知，阮怎样来面对你，互阮知，阮怎样点伫看起来充满困难的世界中间，由愿缀着你来向前跑走。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心，愿你的神也开启阮。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今仔日咱读到一段，我想对大家人来讲是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这是5块饼2尾鱼的神迹。5块饼2尾鱼的神迹，点伫福音书内面，咱若是有详细咧看4本的福音书，拢有共款咧记载5块饼2尾鱼这个故事。所以某一个程度，对这4个作者来讲，这个神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这是一个检测，咱会当讲，这是刻条点伫因心内底一个足深的印象。所以自细汉到大汉，若是你点伫教会中间长大，咱嘛一定听过足侪的老师讲遮的故事，有足侪的牧师讲类这段经文的讲道。这个故事嘛，由原刻条点伫咱逐人的心。这个画面到底咧讲啥物？其实，这个画面咧不断显露的是
基督的美好，基督的恩典超越过一切。你不断地记载基督的美好，只不过咱定点伫现代的生活中间，咱会拄着挑战，咱会拄着考验，直到咱袂记哩，迄个上界美好的画面是啥物？早就已经刻掉伫咱的心画面啊！只不过有当时咱受着世界的引诱，直到咱袂记哩讲，哦，原来我的生命中间有一笔遐尼水的图画点伫遐，敢毋是啊？所以咱嘛好好来想看觅，点伫即个故事内面。一个搁一个无共款的人，到底刻条点伫因心内底的画面会是啥物咧？耶稣行一个搁一个新者了后，侪人对伊充满兴趣。侪人对伊充满兴趣，因为因看见啥物？这个人看见家己的需要得到满足，破病得到医好，啊，拄着困难的也得到解决。所以，侪人所看到的是，耶稣是一个有气力的人，耶稣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因看到这，所以因对耶稣充满兴趣。迄一日，我棍国话要搬过一个时，我棍搬过一个时，耶稣经过加利利海迄边，侪人开始围点伫伊的身躯边啊。因对耶稣充满兴趣，因为因想要知。这个会当行新者的老师，搁煞来，伊搁要行啥物款的新者无？所以一群人愈来愈侪人开始挖棍要来跟对伊。圣经互咱知，敢若查甫人都差不多挖超过要5000个，所以在场现场已经是非常非常侪人。这个人非常的忝，因为跟对耶稣一段，想要来看耶稣，因。刻条点因心内底的画面会是啥物？点伫因心内底的画面是，这是一个有气力的人。我来接近伊，我会当得到啥物无？我的需要会当得到满足无？所以当因点伫迄个现场经验新者，5块饼2尾鱼，互全部的人拢食饱了后，因后一个动作是啥物？因后一个动作是强迫耶稣做王。因为因深信耶稣就是迄个要来到世上的先知，因期待这个有能力的人会当做王，领导因会当改变现在一切的困难，刻条点伫这群众心内底的画面是耶稣是有气力的人，会当解决我一切需要。唔知影这是咱无？咱来对耶稣唔知影刻条点伫咱的心的画面会是安尼无？现场遐尼侪人，超过5000个查甫人，啊，然后阁有查甫人以及囡仔，全部拢围点伫遐。耶稣问的问题是：啊，遮个人拢枵饿，到底会当怎样互因食饱？有一个囡仔所看到的画面无共款啊。有一个囡仔伊看到是啥物？当耶稣咧问门徒讲，咱会当怎样互遮个人食饱的时阵，这个囡仔一步一步挖过耶稣门徒的身躯边，扣一个，甲安德烈扣一个，啊，甲伊扣一个，安德烈看者，啥物人咧甲我叫？啊，因为囡仔足细汉的，可能看无伊踮伫啥物所在，结果伊佫扣一个，哦，原来有一个囡仔踮伫伊的身躯边，啊，这个囡仔做啥物咧？这个囡仔扣安德烈，然后摕出伊手内底的啥物？5个大白饼、2尾鱼摕互安德烈，伊无讲啥物话，就将这个物件摕互耶稣的门徒安德烈。这个囡仔看到啥物？刻条点伫这个囡仔心内底的画面，佫是啥物？我想是伊听见这个大人一直咧讨论要安怎食饭的时阵。伊想起一件事，出门的时阵，我有受交代啊，我爱炸家己的，家己要食的物件，所以我爱炸物件，所以我手内底有5块大白饼、2尾鱼，所以既然即马有人有需要吼，安尼我会当摕互因嘛，要食饭，安尼我有物件我就摕互因。刻条点伫即个囡仔心内底的物件是一个足简单的动作，都是
听到有人有需要，伊就将伊家己的提出来，伊完全袂去考虑食的物件到底是有够野，也是无够野。这是囡仔所看到的。安德烈并无拒绝，安德烈将伊带到伫耶稣的面前。当这个五块饼、两尾鱼摕来到伫现场的时阵，门徒咧想啥物？门徒咧想，一方面是感动，但是一方面嘛是因则搁咧烦恼，讲遮个人到底要安怎食饱？即马遮少的物件，咱是会当有啥物作用无？一开始耶稣咧问腓力啊，咱会当到伫倒落去买物件、买食物，或者个人全部拢食饱的时阵，腓力开始咧思考足侪事。腓力咧思考足侪项事诶，伊咧思考啊，咱需要偌济有算，啊，遮济人，所以需要到底有偌济？最后腓力回应耶稣讲：“哦，就是开200个银仔去买饼嘛，无够遮诶人食一块嘛，食淡薄嘛。200个银仔偌济？一个工人一工诶薪水才1箍尔，所以200是200工呢。200箍是非常大诶数目。”会当提出这200，到底要去对提出这200箍？就算讲提出这200箍，现场的需要嘛完全超越过这一切，敢毋是？门徒评估现实，也咧计划，但是做搁较济的计划，拢无法度解决现场所有人的需要。所以腓力的回应是：恐惊咱无能力会当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安德烈嘛将这个囡仔摕5块饼2尾鱼来交来伫耶稣的面前，是摕来啊，但是这恐惊无啥物作用吧？耶稣到底安怎做呢？耶稣互这5块饼2尾鱼养饲所有的人，但是这个门徒的反应到。就算讲因经验深食，到伫上尾因的反应是啥物？咱搁跳一个看后壁迄个记载啥物？当耶稣上山，遮个门徒要坐船过海的时阵，因拄着大风涌，遮个门徒游玩是啥物？就算讲经验深食，因游玩看到是哇，遮大的风涌，管要无命，管到底要安怎？咱会当看到。刻条点伫遮个门徒心内底的画面是啥物？刻条点伫遮个门徒心内底的画面是：人无论到底安怎去掠，安怎想要摕物件，总有家己的限制。做一切的计划，做一切所有的评估，总有限实，拢有现实，拢有限制。遮个门徒受到现实所捆绑，所以因真困难。完全信靠上帝，刻伫遮个人心内底的画面拢无共款。刻伫群众心内底的画面是：我敢若想要看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解决我一切问题。刻条点伫遮个门徒心内底的画面是：哦，阮有经验，阮虽然经验遐济，但是阮一直靠着家己的智慧，想要去做计划，想要去做足侪评估，但是面对现实的时阵，犹原无采工。刻条点伫即个囡仔心内底的画面是真单纯，听到大人咧讨论，所以啊，我有物件赶紧摕出来。但是这摕出来在地，逐个人所看到是，犹原无法度解决任何的事嘛，犹原无法度起什么作用啊？刻条点伫耶稣心内底的画面是啥物？刻条点伫耶稣心内底的画面，咱必须爱来问耶稣看见啥物？耶稣所看见的是一大阵找无性命方向、无牧者的羊群，是一阵认真军队，伊见证真侪神者，明明已经赢过侪风涌，但是犹原点伫现实，犹原无法度个，哪亲像互遐个风涌佫冲转去原点的一群门徒。囡仔提出5块饼2尾鱼，已经摆伫耶稣的面前，耶稣吩咐讲：“请大家人拢坐地。”耶稣吩咐侪人拢坐地了后，伊摕起饼祝谢，分互坐地的人，分互坐地的人，然后鱼也照安尼分互坐食的人，互所有人拢通得到饱足。
煞接耶稣吩咐门徒讲，将所存的拢捡起来。所以，这所存的捡起来已经堆满12个坑。煞接耶稣嘛，并无照遐个群众的期待，想要伊做王，所以伊到伫一个山顶，家己踮伫遐，也都是踮伫迄个时刻，门徒面对济风影的挑战。当因充满惊吓的时阵，看到耶稣踮伫水面顶悬咧行往即只船，心内底是惊，但是直到因听见讲耶稣讲是我毋通惊的时阵，这门徒才感受，原来咱真正是已经领受祝福、领受恩典的人。刻伫耶稣心内底的画面，是每一个骄傲的会当得到巴祝，每一个软弱的会当得到扶持，每一个惊吓的会当搁一摆得到鼓励，每一个来到伊面前的人会当一日比一日搁较勇壮起来，会当扩大伊生命的容量，嘛会当打出搁较大的步伐。照着基督耶稣，遮个人会当一个一个，互因起造起来，成做一个真实信用的团体。就算讲有限制、有不足，但是踮伫迄个囡仔所看到的，迄个囡仔所看到的答案，甲遮个大人无共款的时刻，一个单纯倚靠，一个单纯愿意互人的心。耶稣成就后面的神迹，耶稣互人看见美好，耶稣嘛互人看见真实。咱踮伫今仔日，咱每一个人，咱也受邀请要进入耶稣心内面的画面，咱是受邀请进入耶稣心内底的画面呢。咱参与踮伫迄大阵受到仰视的群众中间，参与踮伫遐的心内底幽怨惊吓，毋知要安怎行的门徒中间，咱受邀请进入一份真实的美好，咱是受邀请进入恩典，但是有当时咱必须爱来想，咱心内底的画面到底是啥物？咱一直咧想的是我要安怎做代志，我想要耶稣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但是耶稣的解决是互我倒撇现实一切的困难，所以信用真做那亲像麻醉药共款，我来追求信用，会当互我莫去看我厝内底困难的事，我工作中间困难的事，我现实中间困难的事，咱敢若期待讲耶稣会当解决，会当变一个魔术，会当那亲像解决我生命的问题，这敢会是咱生命中间的画面嘛？有的时阵，咱嘛足亲像门徒共款，虽然已经跟对耶稣久，但是咱心内底一直想的是每一个事工应该爱有计划，应该爱做好评估，应该爱做好所有的设计，所以咱爱完成这个事，咱就是完成这个事就对啊。但是完成这个事的过程中间，拄着冲突，拄着挑战，拄着风影的时阵，咱也亲像门徒感觉煞咧要安怎？所以咱必须重新爱来问，刻条踮伫咱心内底的画面到底是啥物？如果耶稣所看到的是一定需要仰视的人，是一定需要倚靠的人，然后耶稣用伊家己。正做遮个人的祝福，若是安尼，这是耶稣的画面，咱看的是啥物？伤济时阵，咱足着急，想要做足济事，咱想要做足济事，为着耶稣做足济事，但是如果耶稣无伫遮咧，咱想着急，想要做足济事，但是若是耶稣无伫遮，咱到底要安怎搁继续行？过去这2个多月，三级警戒的中间。踮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底有无共款的想法，咱有无共款的感受，有人烦恼，有人惊吓，有人也渐渐惯势，有人足享受的，有人享受遮个生活，会当讲继续演无？囡仔无想要去学校，所以囡仔就讲
期待讲三级警戒继续落去啊，囡仔会当卖去学校无？啊，家长听到囡仔安尼想，就愈来愈着惊，因为囡仔若是阁无去学校，家长已经毋知影要安怎办啊。咱每一个人的想法拢无共款，咱有非常侪无共款的想法，咱嘛亲像遮个群众共款，想要敲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啊，到底未来会安怎无？咱想要敲出到底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无？约翰福音，咱阁有一个物件还未注意到，就是刻条点伫作者心内底的画面是啥物？咱头拄已经讲，群众心内底的画面，文道心内底的画面，囡仔心内底的画面，耶稣心内底的画面，阁有一个咱就少去注意，就是作者心内底的画面是啥物？对约翰福音的作者来讲，伊看到啥物？伊互咱的答案是看耶稣的行动。将你的眼光去看耶稣到底在做啥物？毋知咱有注意到无？伫这个分饼互群众的过程中间，你看到啥物？咱若是有印象，伫别个福音书中间是分互这文道，阁继续分落去。但是点伫这个记载中间是耶稣家己分互群众，分互遐个人，通互因食。这是约翰第四福音书的作者约翰所看到的，伊所看到的是耶稣点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工作。耶稣一直点伫遐工作，毋是外在的一切，是咱学习从眼光看基督到底点伫这个时刻，伊做啥物？伊瓦群遮的需要的人。供给因一切的需要，也我群遐会充满惊吓的文道对因讲：是我，毋免惊。咱面对世界的转变，面对生活的转变，一切的转变拢在伫基督的手里。无论咱是实体的聚会，也是踮伫山顶的聚会；无论是踮伫现在这个所在，也是踮伫咱逐人的家，甚至海外，这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到伫，无论咱经过个一个月这个过程，咱会拄到什么款的变化？咱共同经验的是，咱受邀请进入耶稣的画面，受邀请进入耶稣的画面，共同去观看基督到底点伫这个时刻，伊做啥物？咱会当搁一摆观看天顶的星，无论咱踮伫什么所在，咱看天顶的星，伊悠远踮伫遐咧死。虽然踮伫人生中间，咱也充满侪困难，但是当咱去观看这个世界的美好的时阵，咱会当搁一摆学习，放落家己的脚步，慢慢去行。慢慢去享受，去讲的是基督点伫咱逐人生命中间的美好，毋是着急想要去做啥物。伤侪时阵，咱袂记哩去谈论，到底耶稣伫咱生命中间的美好是啥物？咱敢若着急想要去解决问题，想要着急去解决问题，袂记哩咱重新来问，刻伫咱生命中间的画面到底是啥物啊？咱是已经领受基督恩典的人，咱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迄个恩典一直进入咱的心，互咱生命中间哪有一个泉源一直沁出来，那亲像迄个饼，食甲所有人拢通得到饱，然后丰富到有剩，会当底满12个拿，这话是刻伫你心内底的画面无？无论咱踮伫什么款的处境中间，基督的行动已经供应咱，互咱生命中间早就已经有迄份美好，有迄份超越过一切恩典请出来，到伫咱身躯边每一个所在，不断咧讲的是基督的美好。踮伫这个时刻，对三级警戒，
到伫二级警戒，然后这是加强的二级警戒。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充满挑战，因为咱永远唔知做一个改变了后，后一个时刻会拄到什么新的挑战。咱一直会受限制，踮伫问题中间，但是千万唔通袂记，基督的供应就踮伫咱的心里。基督的恩典已经刻条踮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到底咱看见啥物？咱会当搁一摆来思想，刻条踮伫咱心内底的画面到底是啥物？咱做伙来读这首诗：举头望山，挂了准，生命的奥秘就伫昆山围雷的深邃。举目看星，挂了准，生命的位置就伫繁星点点的银河中间。眺望海洋，挂了准，生命的价值就伫一望无际的海平面。追求数量大就是水的画面，挂了准，我会当照着安尼得到满足，得到人的疼痛，得到人的肯定。但是我所有的掠准，上尾永远是我掠准是啥物？一爬上山，听候众人，看见人的骄傲，人的较无，人的欠缺，人的一切，啥人会互众人食饱？就是用尽一切财产嘛换袂着一粒仔久的满足。伊行远我，看见我，听见我，摕起迄饼、迄鱼，将家己赏赐互我，赏赐互咱。刻伫我心内底的画面，是骄傲的得到扬起，是野生的得到安慰，是软弱的得到疼惜。咱受起造成做生命的美好，刻伫我心内面的画面，是搬过风影，行往心灵深处的声音讲，是我唔通惊。我已经受疼，互人难咧。我的心满是绽放的花朵，何等美好，何等灿烂，何等缤纷。刻条踮伫你心里的美好会是啥物？基督是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美好。伊所供给咱的恩典，超越过一切，要带咱搬过一切风影。请咱同齐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阮是偌尔软弱，因为阮一直咧暗算，阮一直想要解决感情的问题，都愈受到问题所控制。是有当时刻条踮伫阮心内底的画面，嘛若亲像遮个群众共款，阮想要你来解决这一切。有当时刻条踮伫阮心里的，嘛亲像遮个门徒共款，阮有足侪暗算，有足侪计划，但是虽然阮已经摕到恩典，当拄着考验、拄着风影的时，阮犹原软弱。主求你，互阮搁一摆刻条伫心里的，是囡仔的眼光，是约翰的眼光，互阮会当真正去看基督，你要做啥物？刻条踮伫基督心里的画面，是阮每一个人受到扶持，是阮每一个骄傲的得到帮助，每一个需要的得到痛疼。主愿你帮助阮，互阮一生会当讲起基督的美好。
愿你互阮活出真实美好的生命。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感谢主，咱用圣诗第189首来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189首，主是美永活美娘。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听。上兄弟会当伫周间的时阵，教会上班的时阵，将奉献交互干事。办公室上班的时间是早时8点到下晡5点，中午休困2点钟，就下晡2点到5点，也会当用汇款的方式来奉献。咱请牧师来报告。好，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有几项事由原来做报告咱3级警戒已经对后礼拜开始要降到2级警戒但是咱由原需要一段时间来做备办，所以咱有几项事来甲大家做报告吼。咱由原线顶的由原主要也是用线顶咧聚会吼，所以咱嘛由原照咱线顶的时间来参加这的聚会这是。拜三白迄个圣经学堂所要读的圣经节，咱会当踮伫家己的厝内面先做备办。好目前实体聚会由原拢暂停因为指挥中心对宗教迄个场所所讲的是7月27了后会当适度开放，但是这个适度开放其实咱教会需要做一寡准备以及讨论但是主要咱会用主日礼拜做主体。就是主日礼拜，咱要安怎开放？我想这几天咱的教会会阁做一寡行政的讨论，所以主要是用主日礼拜来做开放主日早祷会团契小组的聚会，目前拢先抑阁暂停，所以请大家先抑阁莫着急因为我有甲咱教会有医生的同工咱做伙讨论的因为。咱办公室的同工到目前为止也无人拍疫苗，所以会当聚会至少爱等到咱办公室的同工真正拢注疫苗，佮经过2礼拜有抗体了，才有法度恢复聚会。无就是咱办公室的同工真做上介危险的人，因为咱若是年纪较大兄弟姊妹已经拢注疫苗咱敢若会当讲咱办公室的同工真正拢抑阁少年。所以也无机会排到会当注疫苗的时刻，所以咱需要搁等待一段时间，咱慢慢来观察，期待讲真正经过这1-2礼拜，台湾的疫情会当愈来愈受到控制。所以请兄弟姊妹小可忍耐一寡时间，
咱会尽量先掠主日礼拜做慢慢开放，亲像部长所讲的嘛，陈时中部长所讲的是缓步开放，所以无法度一个时刻就全部拢开放，迄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压力。好啊，后礼拜的时候，后礼拜咱会有两位姊妹要受洗。所以后礼拜较简单，就是受洗的人来到伫教会中间吼。所以咱的下晡1点嘛，请咱的小会员参加线顶问道理的会议吼。好，搁刷来第3点，甲大家报告就是教会今年有申请一位传道师，传道师的名叫做王刚。王刚阁愈少年，伊83年厝吼，阁愈少年。所以王刚传道下点伫后礼拜搬入教会，对8月初1开始正式来服侍。所以咱嘛可能后礼拜是会互伊点伫线顶，甲大家小可讲话，甲大家见面吼。好过来就是咱父亲节活动，邀礼拜目前拢先暂停。后礼拜。第2堂礼拜了后，咱会当调开小会嘛，请咱的小会员会当做伙出席来参加。好，所以我做以上这的报告嘛，请咱继续踮伫祈祷中间纪念，期待疫情受到控制，咱会当做伙转来到伫教会中间恢复实体聚会。好，咱要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咱做伙来吟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咱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甲恁三弟弟恭敬咱，互咱得到恩典，嘛会当分享互身躯边的人，对答到因世代无煞。阿免。请默祷。